今日同小朋友講嘅故事係桀驁不馴。夏朝成立之後，啟成為咗君主，中間又經過咗好多啟嘅子孫成為君主，嚟到一個叫做桀嘅子孫成為咗君主。桀係一個打交好叻嘅人，寫文章都好好噶，但係佢就比較中意玩。佢有一個好喜歡嘅老婆，叫做妹喜。妹喜講乜嘢，桀都會應承。妹喜想話要個大皇宮，桀就要百姓幫佢起咗一個叫做傾宮嘅大宮殿，花費咗好多人力物力。桀又為咗妹喜，叫百姓起一個可以撐船嘅酒池，佢哋仲揾咗3000個可以飲酒嘅人，一邊飲酒一邊撐船。結果好多人飲醉咗，仲跌咗落去酒池裏邊，浸死咗啊！但係妹喜見到就覺得好開心喎。妹喜又中意撕爛嗰啲絹白嘅聲音，但係絹白喺當時係好名貴嘅布料嚟噶。桀呢，為咗妹喜嘅開心，就命人搬咗好多嘅絹白俾妹喜。有一次，桀更將一隻餓咗好多日嘅老虎放咗喺集市上面，佢只係為咗欣賞百姓慌忙逃命嘅樣子。見到好多百姓走避不及，桀同埋妹喜就喺度大笑。百姓喺桀嘅統治之下變得苦不堪言，桀亦都成為咗一代嘅暴君啦。而桀驁不馴嘅桀就係夏朝嘅君主桀啦，係用嚟形容兇暴嘅人。而驁指嘅係性情暴躁、不服管教嘅馬匹。呢個成語組成起嚟就形容一個人好倔強，唔願意服從嘅意思。如果大家諗到點樣運用桀驁不馴呢個成語，都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啊！香港人講故事，歡迎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 啊！記得撳埋下面個鐘仔，咁就會提你我哋有新片出噶啦。